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地。今仔日绘本故事的主题是元宵节。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：“寒拿加烧金。”这句俗语用来形容古早时代元宵节传统风俗真下暑。这么说来去，咱继续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咱来说分明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学烦苦。古早人、古早时代青年男女拢会趁这个正月15元宵节的时阵，来庙宇烧金，一方面烧金，一方面呢，嘛会用来熟悉来看这个异性，就是讲查甫看查某的，查某看查甫的，看我都机会好交配到无，熟悉到无安尼，所以人讲寒拿加烧金，其实原本的意思是安尼，就寒一拿来去庙拜神明安尼，伊的纯粹的功能，就是会用有机会，互青年男女来熟悉。所以正月15元宵节，正就是古早台湾人传统的情人节。情人节就是正月15尔。若7月初7七夕，迄毋是情人节，七夕是几啊节？哪有可能用迄个一年才见一届要来做情人节的？台湾人袂安尼想，台湾人若要做情人，就爱圆满团圆。所以只有是正月15的元宵节，才是情人节。咱台湾人过年有一个重要的风俗，就是去庙里安太岁，无就是点光明灯。根据沈老师的研究，这种风俗背后的用意，其实就是甲寺庙添油香。点光明灯是希望求平安啦，安太岁呢，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，伊甲12生肖分做几组，两个，第一甲第7两个对应，第2甲第8两个对应，安尼，分做6组，这6组呢，就是讲6年内底有一年轮到犯太岁，轮到犯太岁，就爱来安太岁。安太岁其实真正的意思，就是轮流出钱来互庙宇做公积金的开销，安尼6年轮一届。有的人呢，就讲安尼开无够呢，所以就搁再设一个叫做偏冲，偏冲就是安怎呢？就是讲你拄到迄个，可比讲今年是第1组的一次，甲7月犯太岁来安太岁，过来呢，就是拄到3、6、9的，12个或者偏冲，你嘛是爱来安太岁，安尼安太岁的人呢，就愈济庙的收入就搁愈济这个庙的一年的开支，都有够你若无拄到这个正冲甲偏冲呢，你若想要求平安呢，就点光明灯，其实添油香。点光明灯安太岁的钱，这个钱呢，庙宇拢摕去做公积金，无分什么用途啦。暖暖十门溪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祭祀甲重视，咱特别伫旧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祭祀灯文活动，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来投稿。
今仔日咱要分享的是来自屏东市的萧琪小姐所写的作品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记忆。以前有一条歌，有几间厝用砖仔框，看起来普通普通，时常出现我的梦中。迄就是我的故乡，内底唱着故乡种种的经历。伫彰化南边的社头，北挂山骹有一座三合院。迄就是我的故乡的记忆。阮的故厝是真出名的建筑，足侪研究福禄溪的人拢会去遐参观。头前有半圆形的水池，也因此互人号做画埋池，是以早起厝的时画的。土用来做饼肚，池仔后内底水会当用来烘花栽。阿公饲的牛也会伫遐啉水。头淡咧淡咧，嘛足够水。三合院头前有一个吊亭，会当晒青仔。囡仔放学嘛会伫遐觅小吹、唱卡鸡，还佫有一个机关台伫边仔，秘书咧提醒时势，爱好好读册。来到正新的公妈厅，过年过节也是娶新妇，时代会传三生四果来拜拜，落尾香会插伫外口的香炉，这也是阮正做福禄溪的一个经济。伫正新大厅门顶有一块匾，号团圆堂，毋望后代子孙事事圆满。因为阮祖公捌考调举人，过身了，互嘉庆皇帝封做进士，所以古厝厝顶是燕尾石。除了正身以外，北边有7道护林，南边有6道，是即马保存较完整的历史建筑。规个三合院坐东往西，后边是八卦山，头前是北宝圳。四khu围要顶拿是一个好所在。大汉出社会食头路，就喊你转去。现主时，我咧读台语二专班，佮听到老师讲起画埋池。细汉时的记忆，豆豆啊捡回来，亲像故乡迄条歌同款，想起着可爱的故乡，互我意志坚强。伫我的打拼奋斗的人生中，伊就是鼓励我最大的力量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
乌树牛仔来作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。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，你看咧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